我係 Wendy， 我喺西營盤已經住咗成20多年啦。今日咧，我行經呢座建築物咧，我覺得好有歷史價值嘅。呢座建築物已經有100多年歷史啦，而且喺3個營門楣上邊咧，亦都刻有4個字贊育醫院。贊育嘅2個字係點由來咧？係出自於中庸其中嘅一句：以萬物為聖，則可以贊天地之育。係有培育生命嘅意思，即顯示出呢間醫院係誕生新生命嘅地方。而圓柱兩邊嘅對聯：好生以為德，寶石以為懷。佢意思就係醫院聯繫住個社區，去關愛社區嘅居民。呢座建築物咧喺1973年改為西區社區中心之後咧，又提供咗好多元化嘅活動俾我哋西營盤嘅居民咧享用。佢哋可以咧喺呢度聚集埋一齊咧，舉辦好多嘅活動，建立到一個社區嘅團體。